新竹北埔是清朝时的汉人开垦的总头，认真保留的野草贴配的古迹。了日如是讲满的日，我去看古迹，上看那装扮的客家美食。不过人引来引多，摊的没引来引多，菜天的客家米啥引来引汤的，味道不按的也客国。从小如不是说阿婆的航班，今年让25岁的周俊义，行业为阿婆的做下。想要享受阿婆嘅素味，享受北埔老街嘅客家米。了日，池田桥嘅头前人多人用，路街路巷立立插插卖超多各种嘅室内用嘅本地嘅外地嘅东西，街路巷变到一定闹热，三毛嘅北埔简单又单纯嘅客家米。来看哦，传统柚子叶菜包，手工沙柜哦。睇闹热嘅大街路巷，才有咧后生嘅身影，就企下睇茶嘅后背，卖一定要头摆面试嘅客家做龙板。要買原創嘅，要買其他地地道道嘅，多撈嚟原本嘅原法冇乜關係。我希望講呢種東西，做得留下來。就是想要將北埔嘅美食繼續留下來，也免前才講啊，係真件落實去做。就是养你3-4年这样子，是可以让他填埋的。佢係周俊義，從細就看見阿婆打做龍板台嘅，作為6年嘅4年熱，本單想要繼續嘅做點下去圓圓嘅2日結過年咧。背面還係決定嚟到北埔同阿婆作為16年嘅做龍板嘅條路，就跑來做。到永遠變1年4萬人啦。也讓我就怕去做啊！哦，家爸爸家媽媽也有實在也有多少反對啊！年紀越來越大咧，未好做唔來咧。我媽媽處到挺辛苦咧，佢處到了做了就是挺甜咧。我先我處到講，我處到甜嘅問題啦，係自家嘅生活吼，快樂最重要啦。共多係啊，人共多啦。人家就糖熟啊，就愛脫水嘅炒嘅。就係看到阿婆按辛苦，錢唔盼得，故所將會將阿婆嘅手藝接下來做。唔過，伊咧搶賣25年嘅做龍板，對準備了嘅開始，愛洗、愛煸香、愛炒，還愛包，還愛整到熟，下下攏係講25歲長春歲月，正經感染扣下睇安太爺爺做下地都係。給他泡水跳，他寫出有時越摸來吃，好神奇啊！孫嘅感覺真神奇，阿婆嘅壓力實一定大，因為周俊義係無開單點子。佢媽媽會管你係啊？係時常會怪嗌咯，比如講管你買，怪嗌傳冇咁多錢，咁樣講啦，講倆好做好錄咁樣啦。味道化嘅因為佢增壓起來嘅兩隻家用嘅問題，嘛伴阿妹各安心。周俊義想辦法增加產能和個產量，農場行加一元貼價，就加一批嘅產量，含面豆嘅做起來就加一價。越賣越多，越賣越多，賣到後尾，因為用3斤包唔來咧，嗰時想辦法用半斤做啲包好夾，包好多。剛開始想到講哦，嗰雜解料丁嘅嗰機器啊，做啲那類解決下。另外，佢要將皮農料嘅具體嘅比例，上每本人客條套套。唔過，安尼標準嘅 SOP， 撒將馬嘅用節點來做阿婆，咩都丟滴滴。芒包係如果全幾多，吼，一包好如果全幾多啊，吼，一隻包加多，但是那都是年咯，料包是好加，也係加。該上海該要按多工。老闆油怕辣咧哦，油啊，怕辣咧哦，加很多。3萬股嘅鐵炒羅皮士，韓建滿阿婆講，安尼創冇。
愛做一太嘅，做得走開天來。愛一鹹，愛一淡，愛一油，愛一清，就愛意思阿婆嘅經驗嘅。油我是都做得咧，可是佢是都香淡，哦，佢是都做得嘅時間，我是油好鹹啲啲嘅，可是係那當然聽談阿婆嘅，因為佢咪研究落嚟睇緊你學習關鍵係咩啊，係撞嗌兩嗌呢條買唔好嘅啊。除咗堅持阿婆嘅口味，就轉移就連阿婆老嘅都唔樣嘅四個農場，韓國嫌添麻煩貼大嘅油嘅葉攏保留下來。佢講安尼將做得將客家做農辦將油嘅葉香請過來。老頭辦人家幾條吹水包後面全部都係用嚟入咗來貼喺個水包底下，所以講佢吹出來時間個入咗香氣吼，是會做到個水包嘅皮底部。哦，當到個台北嘅人客啊，個啲人客來吼，來平時當當會簽了種梅頭。生理好嘅就準備開始隨店面做生理，頭一日行體裝潢，第二日拜六就開張做生理嘅。唔過沙本青島嘅老主顧前忙一入門就見關宴。唔多啊！哦，真的找很久。對啊，找不到啊。對啊，上次有一個人問3個人才找到。頭前買好背包，兩隻阿婆磨合沏茶，一下生理好嘅，做阿妹了解嘛冇來聽書，看到安尼做阿婆嘅，本單調到半天過嘅成果，真變下來。其實講生意普通啦，哈，其實是冇人辦講啊，是唔係怪嗌。我要當講，我要講佢怪嗌吼，講，第下轉來銀行多啊，佢會停賣啊，佢會來停賣就停銷。頭當主下轉移嘅飯就還冇怕事，重點嘅交幫阿婆去打送點菜，就對路嘅風氣。關鍵人客最多嘅時節去做生意，但是問佢講會難麼？佢講佢冇自己承難。阿婆做10多年來咧，佢咪當樣做啊？我樣做年人去啊，冇理由講係咪？我就下里啊是平台咧，冇做咧係咪？兩隻阿婆老嘅學新嘅技術，後生嘅接老頭擺嘅味道，就係因為有幾年嘅堅持。客家嘅做農辦，將做得體台上線嘅北部路嘅路口，下皮嘅稻香。